大家好，我是林长佐 Freddy，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亚维莫瑞的新专辑《亚维的梦》。各位可以听一下这张专辑里面，你如果仔细聆听的话，会发现有个地方有一些巧思哈，那个巧思，没错，这个是我的参与，也非常的荣幸，因为这一首歌，好，我先不要告诉你们什么歌好了哈，那个你们回去听了以后，我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灵性。那也有从内心的一种呼喊，所以能够参与，其实我觉得我也一再的去诠释、去感受。那因为过去在创作的过程也有参与到一些关于原住民族的神话跟文化的一些内涵，所以大概也都能够抓到亚维莫瑞希望的一个方向，希望大家会喜欢。3月31号。专辑的首发就要在 Legacy 举办演唱会，所以请大家3月31号那一天一定要去参与，那一天可能也会有惊喜。喝不下苦